習近平主席提到大埔重大火災令人痛心，再次對遇難者同殉職消防員表示哀悼，對佢哋嘅家屬同埋受災嘅同胞表示慰問。喺大埔宏福苑火災支援同埋善後工作方面，我感謝習主席對事件高度重視。我向主席匯報特區政府全力以赴做好傷員救治、善後支援、社會復原、全面調查、制度改革等工作。我已經成立由陸啟康法官做主持嘅獨立委員會，全面找出真相，追究責任到底。我哋會推行系統性改革，打破利益藩籬，不允許悲劇再發生。獨立委員會好快就會落實運作，9個月內提交報告，亦都可以喺中期發表報告同埋作出建議。